出来。所以你要安怎想都无要紧，或许嘛才甲你报告。平安时安尼口口无心嘛，讲足侪，其实就会足侪讲啊对啦，恁拢讲恁对的，啊对啊，这毋是条法讲的，条法一直强调，这倒一个经典写，查在函经里面写，拢会当去查经典写，毋是条法写，是咱研究了，有去研究着，甲无去研究着，知甲毋知安尼尔，并无代表伊无存在。各位浅显，安尼敢有了解？爱了解哦，所以是安那咱拢会讲爱深入经藏。足侪时阵是安那一定爱读经典，一定爱互家己安那。你看遐手机啊吼，咱即阵总爱看手机啊，看电视啊，就较有时啊袂晓，就较嘛会。迄有时啊短影音，敢知影短影音？咱看着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嗨啊！我若要看一个啥咧，像即道要来找一下身材啊吼，巴菜啊，我感觉这袂歹啊，看人拢安尼写谐音的，结果一直看，看着一只海豹，我是安那看到有这啦。啊，叫我写写安啊，突然恍神，你敢会？会像我迷雾，我恍神去哦。啊，咱的世间人吼，咱一般咱若以即摆的人种来讲，咱台湾有原住民甲汉人，就是咱汉人嘛吼。咱拢会讲一句话叫做迷路，迷路啦，迷路较听有。迷路，我嘛毋知叫迷路，敢若毋是安尼讲，迷路听有啦吼。反正就是大模糊啊，样样看无路，大汉拢毋知影东西南北啊，迷路安尼啦吼。我想不要讲台语哦，包含者。啊，为什么会也毋知路？吼，总啊戆去啦，总啊毋知影路去啦。咱拢会讲行毋知影路，啊戆去。但是若以原住民因咧讲，他们不知道迷路这两个字，因无咧讲毋知路，没咧讲袂，因咧讲我还袂找着路。各位浅显，敢有听清楚即句话？我还袂找着路，甲我毋知影路差伫对？哈？有希望。这两个是一种被动的，我迷路了，我去吼，甲我伫一个所在，毋知影做被动的。啊，一个主动的叫做啥？